中间的今天有干郭老师级进入来接地主。好，现在小英姐姐现在就好。 各位前人啊，各位选班师，各位兄弟姊妹，道歉。今天啊是清风送爽，9月15，在我们天道来讲，这个秋季大典一个大型的日子。 那么同时啊，义和圣王今天大典这一天开坛，我代表香港新义的亲到这个来参加这个盛典，我很高兴。我首先向陈先生啊，新义圣王的陈先生。 多点的诗啊，还有其他各位人，我为他们之类高兴。我们老前人追求到现在14年，我们大家都是新义的同学。那么在这个14年之中， 我听到很多人讲报答前人，那么怎么报答呢？我就不太详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看到义和圣王，我听说呢，不超过10位简单师，大概是8位，也不说是4位。 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。在这个关热海归龙里头，这个都是主发交通请迅速开往，这个义和圣王的各位兄弟姊妹，幕后中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。用实际的案例和行动。 还有在台楼下等您，谢谢。报答和谁？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。来宾和人士在台楼下等您，谢谢。中国光年的说法。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。有陈水仪师，OK， 6月银色的手机，有的时候请师傅开好服务台，谢谢。 听到这一件事情，并不是口头的，而是由我们实际行为表现出来。今天我看到，内部好多些人叫我们，也内部上些思维的，那么我就。 最后，我送给义和圣王这个节目，道西永固，道西报告，大会报告。现在开始，这是一个道西建筑，德贝发光。
代志，是来做一个鼓励，希望有咱有后天毕业，伊来做的代志，对咱语文性质来讲，有多大这个鼓励，希望团结在一起的，会当完成这个所有的代志。完成了这个万国九州，而且。